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今日咧感念众神护台湾，咱同齐来看北港朝天宫庙内有真艺术的连队。头一队，国情招你来探讨，这队典故讲天诞圣庙，福国佑民感神因。下句讲福德丰大，经道海浪庆安然。这正是北港朝天宫庙内所刻的连队。你注意甲看，典故讲天诞圣庙，下句讲福德丰大，天后两字刻伫咧头一字，尤其讲天赐咱圣庙会当福国佑民，这也是国情常在讲起的。本地伫咧湄洲妈祖婆是海神，民俗专家研究来到台湾，清朝的皇帝铁phong改变做天后娘娘，已经是台湾的福神，保庇咱保平安、添福寿，甚至讲得财力。福国佑民感神因。下句讲福德丰大，经道海浪庆安然。本地海面的风影遮尔大，人拢讲台湾乌水沟，加在有妈祖婆庇佑，才会当平安无波浪。这个然安然的然，就是讲叫做波浪。庆安然，海面无波，海不用波，拢是妈祖婆护佑台湾。另外，咱北港朝天宫内底还佫有一队连队，意思真好。国情今日原来特别拣出来，和观众朋友同齐探讨。典故讲叫做万事皆空，积财何如积德。下句讲叫做一念不善，其心即是其神。是啦，世间万事皆空。你讲要四子千金，不如教子一个；教子一个，不如传子道德观。积财何如积德？你钱欠遐济要创啥？假使讲你着爱积道德，啊啥做积德？有的人讲我献庙是一支龙条，有的人讲我着做真济好事，我的名着徛互大大哩。事实下句解说了，佫较有道理。一念不善，其心即是其神。你若干那讲要求家己的名望，着爱利写互大利，你才要捐钱，这就是叫做欺心。欺心正就是欺心，所以无分好野善，咱会当积德，会当做好事，就是心念行善，这上该价值。啊，当然人生有种种的困难，就爱甲拼互过，有真济。